台湾的老人人口在2018年的3月份的时间超过14%。如果讲台湾的社会正是行业的老龄化的社会的，其实高龄化的社会对我们台湾的社会的经济有影响，但只是影响在台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你只要想讲看呐，当我们的生意呢去外面工作的时间，我们在状态地方冇在落下地方老人家，我们愿意照顾。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喺来自我哋屏东创治的谈头，有人有啲发展协会，有人用我哋嘅社会嘅资源去探索一啲状态嘅老人家，喺生活無論經濟上面，還有精神上面，有佢哋探索。其實也兩位我哋嘅朋友啦，替代我哋嘅莊偉姐來現場。主持人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創治談頭社區嘅總幹事莊偉。還有我哋嘅社工，我哋嘅蘇琴姐來現場。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縣創治鄉潭頭社區嘅社工林蘇琴。其實蘇琴唔係好老人嘅嗬。錯啊。你合法講啱咯。我係高雄人，加過去創治嘅。哦，我哋頭先有講到其實我哋嘅社會已經行業我哋嘅高齡化社會嗬，其實佢係咪喺我哋政府地位最注重嘅一件事情？如果你看我哋嘅老人家超過14%，等於如果我哋100個人地位有14個人係嘅老人家嗬，我哋已經講我哋中高齡嘅嗰種人氣地位。咁其實一啲老人家其實退休睇到佢有啲會健康，有啲會唔健康，有啲會行，有啲唔會行。但是對於我哋嘅成人來講，我其實喺外面去工作嘅時候，一個老人家睇到佢其實會擔心，不用怕了。嗰種家中講我哋嘅社區地位有一啲支持嘅力量，我哋講有啲天使嘅力量可以幫我哋老人家，可以譬如講可以讀書啊，可以去探嘢出去行行啊嘛，嗬，安尼話其實係最好。像我哋提供人咧談頭發展協會有做一安尼類似嘅事情啦，嗬。我現在想問你講，哋兩啥想問莊偉姐，你係用嚟開始去參加我哋咧談頭發展協會嘅啊？我本身係從治衛生所護理長退休，101年退休。然後我以前含前退休97年的時候，我都協助佢哋潭頭社區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一直到101年退休的時候，我哋施麗珠老師，佢係關於什麼人，佢都來請我。張妹退休的剛來拜託我來同我哋聽下計劃書做志工項目，我講好，我一口就答應了，所以我都要來潭頭社區嘅，好。可是問題係人家講，咱的公務人員算公務人員嘛，嗬，我哋喺衛生所退休嘛，公務人員退休誒，你睇到卡出生人嚟去搞生意，騙生意如何，騙孫嚟出生意如何，怎麼？你把出來社會，我哋講，我哋咧發展協會去寫計劃書，哈，要去做安尼總幹事，其實那東西人講吃力不討好，怎麼想當初我想做安尼事情啊？當初因為我護理背景嘛，我也有去讀社工，我感覺講我人生吼不一定為咗要賺錢，要來為社會服務做一點力量，而且我退休了，我有安尼老有所用。可以用在社區裡面，我覺得很快樂。我就是用這個心情在做志工的。好，也係咪這個想法過？係咪本身同這個係護理背景有關？因為其實護理背景都等於你面都看到係無咁樣偏痛嘅人。對。你看到人哋偏痛，看到人哋模仿偏，路上可以對出水的天水。對，因為健康是可以預防的。好，我們可以做健康促進，然後把自己健康照顧好。我才能出去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是抱着這個心呐，安尼行呐，好。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講咧，對老人家，我哋講照顧啦，某個東西，其實係健康嘅保健，呢件事情係最重要嘅。因為我哋講唔可能講即係我哋啲長輩在賺錢啊，你某個投資啊，其實對人來講，其實樣嘅好去把人哋老人嘅生活健康快樂嘅行下去，其實係對我哋嘅醫療嘅預先醫療嘅一種範圍。因為我護理背景，然後社工，我有學到馬斯洛的理論裡面，第一個就是要生理要健康，第二個是心理要健康，第三個要有安全，第四個要自尊，受到被尊重，第五個自我呈現。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長輩真的被我們帶這樣子出來，
他连最后要表演要做什么，他们都很认真，这个叫自我实现，真的是很符合。其实我像你讲的规则，你讲，其实我哋对伊的状态唔係講我哋必須暴露好嘅。对，其實伊哋嘅安全以外，其實伊哋嘛歸上佢伊哋人生，佢雖然講伊可能冇辦法在工作上面做幾多嘅事情，但是伊哋嘅尊嚴其實係最重要嘅。对，咁蘇群姐呢？你這個本身係做乜嘅呀？本來衛生所同阿總強啊上班同事。後面伊也退休誒，伊也去沙溪發展社學會，然後聽落來去聽書。原先是做志工，面下因為有啲計劃，可以做社工，我都去開始聽書學寫計劃也對誒，同阿總聽書安尼。可是等於你以前兩個同事應該有兩個在發展協會裡面共下做事情，其實按你最後因為。研究的同事吼，最了解唔係樣嘅個性，然後唔愛做樣嘅步調，有時兩啥，一定要行腳，一定行慢，其實是獨好嘅，吼，一定要可能做過前面嘅事情，一定要做過後尾嘅事情，兩個人搭配到把到最好。咁從我哋發展下邊，以前開始嘅時間，係大部分嘅方向一樣，因為我哋看到我哋嗰種發展下邊路，大部分做乜嘅沙溪揚州啦，嚇，我哋都可能都。做乜我哋咧沙溪嘅嗰種資源調查啦，吼，乜東西。但等到我想到講，我去做老人家嘅嗰種天數老人家嘅一種服務咯。哦，因為97年成立那個照顧關懷據點，所以就開始下來操作這一塊。當然就是在做的初期沒按簡單啦，慢慢的，志工只有1個2個，慢慢我們就開始找人來了。然後來了以後，我們開會討論我們要怎麼做。然後呢，有一位很感動的，就是都從屏東過來，然後就甚至於每天都來說，哎，我們要怎麼做？我們怎麼做？她老公最後說，哎呦，規 Q5班你談條黑嘞，哎，結果她老公也是當我們的志工，幫我們攝影拍攝，真的是很棒。因為吼，那邊伊個志工開始去投入，講先認同啦，對，先認同，然後後頭咧可能會完全投入也要發展下去，就表示講發展下去也發展本身係佢本人因為講唔係錯嘅，嚇，因為佢冇講也發展下去，平常都可能都唔係做過好啦，我想嗰種志工都唔會認同一件事情，可是你97年開始做時間，一開始都想要做。老人一塊咪，還是講其實話想要做別的東西。一開始我哋先做照顧關懷據點，就是縣政府的內政部的這個案啦。營業的哦，禮拜一都是禮拜一，按營業的上面補助1萬的元，1萬元如果我哋來，來要做乜嘅呢？長輩來就是幫他量血壓，量完以後，我們就會帶手工藝，我們課程排得都很好，手工藝跟我都健康促進，跳舞。運動、五行操，什麼操都有。最後中午的時候一起用餐，就是我們共同用餐。用完以後，我們需要在這裡休息的人就在我們的那個休息室休息，不用回去。然後在下午繼續下午的課程，就是這樣子。咁一開始我哋咧就會，譬如講一開始我哋開班也會計劃嘅時間，嚇，雖然講我哋政府有按好嘅伊嘅心意，同埋有伊嘅補助，但是老人家咯，本地唔見講。我哋見到有安尼嘅協會哦，有安尼一派嘅發動，本地有啲老人家根本唔相信啊！你很容易開始潛在嘅老人家，然後俾人相信，然後願意出來參加你嘅發動，其實你用個乜嘅方法？那你用沙皮 Vision 單位上過班哈，就比較知道說，我們都是去訪視，這個叫訪視，我哋都一年訪視，而且我們的志工我哋分哦，我哋2個人都去聆聽1年哦。第3年、第4年、8年了我們都分配得很好，然後我們就去開始拜訪了，告訴他有這個訊息，很多人來也會參加。除他當然沒按簡單，一類來，慢慢的溝通，來以後以為覺得不錯，他就回去又再叫人來，所以我們這樣子人就最多的時候有60-70位，現在很穩定30-40位。哦，60-70位。幾多人呢？開作嘅話開7種嘅，假志工嘅話4分1種開作嘅話唔使7種嘅，但是我冇幾多人去做嚟啫。但是我想講也係咪你以前的vision作為一種訓練嘛？哈，對，你的你是才體驗，對，體驗你就會挨家挨戶去訪視，哈，以前我哋的vision說也是一個重要，其實你就會編隊。好，其實都等於講，我哋該有持續嘅去做我哋嘅家庭嘅訪問，提供乜嘢咧？
万年的录音架，其实这个係等於都卡，生意的安排人顧啦，冇得生意的禮拜六、禮拜日人顧啦，其實係幾重要，因為人哋沙期的錄音架會前期冇重要，遇到會唔敢出去都嘛也裝無，係，但是伊行唔出去吼，無論遇到根本路行通唔方便，嗰時等人的方式以後，等於講，人哋沙期有一道錄音架前期用嘅，那就可以出來嘅。哦，那就可能冇辦法出來，冇得講，人哋可以用別的方法，伊是天數嘅。其實等於唔等於韓國嗰邊都低嘅。對。咁幾時間人就講最多67年時間啦嚇，那麼還一個禮拜一擺哈，還是講有在二的該過多一些。一個禮拜一擺。對。咁你哋其他二的喏，你睇都開了。其他都開了，後來我哋又再個，因為講有需要喎，燕子烏我哋講，潘家音樂，我哋講好，我哋錄1、3、5，哦。後來又熱咗103年以後，我哋錄1到5。嗰時變得一條錄音架喺沙期地位比服務嘅時間越來越多嘅。係越來越多。好多等於講，平時我哋以前我哋咧睇電視可能深夜出去工作，有種可能都一點一點都卡掉，嚇，完全有失望，完全有失望，全部冇問題。但是我哋好彩用啊，等你發展下邊，還是做按那個服務嘅時間，第一定會俾人看到。哦，聽見一定有什麼，嘛會俾人看到。哦，因為一個重要，因為我哋錄音架有時當初都想講隨便試試啦。係啊，其實係對錄音架營養健康來講，其實係一個幾大嘅一個負擔啦。嗬，我說幾時間人哋下邊都打算去做一件事情啊，後來你哋對1年到3年到5年，咁幾時間你子宮差唔多多啊？我哋子宮咩20人嘅喲，5個喺廚房。啊，剩的都這個做文書有2、3個，啊，房事的又有6、7個，啊，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上課的時候，上課時間聽書的順風陪伴這個志工，每一場都有2個那個志工陪伴長輩。伊啲沙期地方錄音架，有啲發生下邊啲支持，也係一個幾幸福嘅事情。隨時好，等下我哋嚟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中文仔同人哋講，一定要我去照顧我哋沙期嘅錄音架。咁我請問一下哦，你照顧錄音架，那係你哋沙期錄音架哈？聘人可以來，聘人分可以來。所以我哋喺度解釋一下，有對你父嘅來喲，有一個叫阿伯嘅叫這個去奧多拜來。當初係佢冇看人，然後伊太太過身，常常過身，佢冇法度哦接受免疫條件救治。啊，然後俺後來給來尋求這個網絡看到講通知有日托，給都提送過來，啊送過來，現在跟我們很有感情，而且我們去表演什麼，他兒子媳婦都來參加，還有我們的1年2次的家屬聯誼會，他們都來參加。其實我發現幾重要呢，因為啊吼，其實你的過程啊吼係難免的啦，尤其係我哋有做功課研究嘅，向這係，其實我相信也心理的壓力過大，但是有時啊那東西有時聲音你冇辦法聽數。啊，聲音來到人哋啊，看到人哋按好，啊伊爸爸又改變，啊又改變個好，佢感情人哋啊哦。因為至少要帶出來冇人嘅，然後睇一個有一個強撐的人啊，願意人哋長期嘅去批判，哦有些聲音你冇辦法去了解，總係去睇人啥。我難過研究，因為其實有啲東西冇強撐的發生這個是這樣子。可是也件事情是我感覺到幾重要。咁唔等於我去把錄音架一團採體嘅嗰種或者咧語文資料啦，嚇或者咧沙期嘅嗰種反應，有去做結合冇？有，因為我來了解講潭條村很用嘅村，我哋都開始收集資料，啊然後來做資料，睇嚟都潭條很用嘅來。佢都喺條擺時節啦，吼，喺一個潭有落雨嘅時節水啊，好，如果積在那裡就變咗有啲潭，所以都很多潭條，很多落潭條，我哋有啲新潭條，有啲落潭條，所以這個潭條如果按你來，然後我哋潭條從屏東市只有一個沙蛇溪隔而已，所以從潭頭如果要看屏東市，一片綠油油的，我哋長輩講出來喲，我條擺做金蕉，我開金蕉來屏東市賣。來都看到啊一片綠油油的稻子哦，很舒服，很棒。啊，你都講不完的糖，啊，你都可是哦，哎，這個要畫起來，要把長輩的記憶中的東西畫出來。
所以我们就做了社区地图，我们就开始走读，我们就带我们的长辈全部来种头种米行一边哦，唔要讲行一次都好，2次3次都行。伊个地方又擘个都加湿，讲不紧的糖。哦，安那地方用的用都讲不糖。今日古来吼，虽然热热，俺又带点心去分给来吃，快听。古来以后，他跟你讲哇，原来潭头村很用的用，俺的故事都开始已经长出来了，生出来了，安好。过来吼，佢又开始讲，俺哋都做俺的客家的班呢，哦，客家班又乜个呀？草蛙粿有冇？客家人度拍条公班，河洛话人度草蛙粿。佮有竹笼班，竹笼班哈，啊，佮有为了艾草捏板，对，所以俺哋都每拜有课程的时候，俺都排压课程。我们的讲师是谁？是长辈。那个长辈哈，他很会做，他就开始教。这个是怎么弄的？怎么出来的？怎么洗出来？怎么做出来的？他跟你乡下做哦，甚至于乡下做后整后，他跟你乡下食。啊，你都感觉讲啊，很快乐，这个好像另外一个家庭。很温暖的家，让他们感受，所以他们会舍不得。每次我们同事、我们志工中间有谁家里有喜事，他们都会参与耶，一作两作呢，哎呀，嗰种人都感觉会感通啊，哦。因为按你讲，嗰种去本身愈向外人从事本地人的装批的吧，咱的第一季等于等于行以前万世教的地方，嗰种咱的加过来从事研究，什么？你一开始加过来时嘛，因为讲从事安尼。人生地不熟，但是慢慢的慢慢认识也要地方。咁咱的第一个装逼一批，好对我的本身都在听人的话，你等于都带他走了一趟一万些，我教啦，好我去那目标某个地方。咁对于外面来的老人家来讲，伊等于都他在讲故事，系啊，因为其实几时头的人啊，哈。你的背景其实差唔多啦，譬如我虽然唔係做從事，但是我對我哋其實對我哋睇河巴教啦，好我哋睇一絲田啦，其實我哋生長背景係差唔多嘅。好，雖然你聽見講我哋會變一條嘢喎，哈，我哋意思就我哋會變一條奶，好，但是看到嘅東西雖然唔係我哋喺嘅地方，但是想象嘅事情係同樣嘅。可是對我哋啲老人家嚟講，其實應該會聽吧，對一件事情。我哋地位有咧換村阿伯公。哦，他快90歲了啦，哦，90歲你過多啦。他們的小時候的記憶，就有一個地方就很多水口北宮，水口北宮。然後他們佢哋都講，我頭擺細時陣，我唱嘅細年時陣，我都上午脫啦，都下去冇得下去看唔到。你咪下嚟咩？冇下去教水，啊，伊爸爸伊媽媽來親佢嘅。呀，只細戲嘅故事，做乜嘅現奶咯？他故意同個丈夫，呀爸爸媽媽同丈夫拿走，見到冇丈夫咁樣辦，見到搶一拔起來喲，佢劍就入去啊，都可以大都去鬼尋丈夫嘅，哦，他也有講這個故事。其實北宮對我哋客人嚟講係佢從業為嘅，我哋講其實講唔係食麵啦，其實都像我哋嘅情人用嘅，嗬，嗰種我哋會睇裝頭啊裝米啦，嗬，我哋咧水口啦，嗬，水米啦。好啊，係咪東閘門、西閘門都會用我哋北宮啦？咁種頭先講，你就是做個沙器地圖嘅時間，你有彩繪係咪？你係乜嘢彩繪啊？我哋係裝批呢。裝批彩繪，你用這個印象地部嘅風景來畫圖係咪？對，今日都上到講，我哋探頭是有8個北宮。有8個北宮，8個北宮有葵莊，啊又有樹下，有奈何安尼個度，啊我哋也都上到講，咁我哋來翕相，先翕相哦，翕好以後，我哋相片拿過來，細啊本裝批看啊，嘿喲，也都喺我哋頭擺吼，我哋看得樣樣，他就照着那個上面開始畫，厝下嘅人攏講，我唔想畫啦，我唔會畫啦，唔對用畫啦，啊我哋都請老師來教。搞嗰面孔吼，畫啊又認真又嬲咧，我都畫唔出來。我一下拿出來問他，趕緊看一下哈。好，從牙剔一樣，你看畫啊又嬲嘛。哦，會講咧。伊講，雖然講有一個筆觸啊，嗬，可能個生疏一些，但是伊啲畫地背後，用個色神啦，嗬，無論有咩嗰種，顯嘅某個東西都畫得幾清楚，嗬，係啊。過來錄呀，好，你看呀，又嬲嘛。而且
伊连用的一个太淡的东西，你讲啊，在咧亚贝啊，唔好用红色，但是伊用的红色。对，一般啊，咱们因为个亚贝啦、书啦，用绿色啦，哈，用主观色，但是用红色画给书的时候是冇简单。对，来看一下哦，耶稣哦，你看到冇？耶稣，看给你画出来。其实亚幅画地方也好，你其实quay清楚的，你可以感受到啊，人上下要状态的迄个风景，甲边弄啊，人咧雾的，然后你有咧白光，还有弄啊，人咧椰树，也弄啊，人南部的风景嘛。对，好，一种啊特别的介绍一种，也是在那个失智边缘的长辈，他来到我们这里上画画哈，心情也比较好，然后他现在跟我们都很融入，而且有进步，他的家属都很感谢我们。因为其实这种是多触及吧，哈，多有迄啲交流啊，其实伊唔会退步案件。其实迄个重要。我说等于讲，因为伊的沙漆的贴图，唔单止等下在装逼，伊下在装潢去捞，哈，啲颜色，无如果去回想起，哈，伊的万世情形，同时嘛把伊画好了，然后你再把伊编伊的手册，伊万嘢手册还不帮伊拿。好呀，如果本外人来到谈条的时节可以看呢，也按照谈要创新变，然后领头在地化。真的是一定要在地，我们在地的人才会了解在地。每人来去唔了解啊，好，像安尼谈条有几好的美食哦，好，要么安尼请苏琴来介绍一下美食。苏琴是各位请是不是？因为以前伫卫生所，安尼三不时拢爱早起做早起服务，可是安尼总条总名那会好势咧，客家个有名的迄美食拢爱报他感应地。啊，今安尼本有配合个卫生署的吼，有伊个专门早起，每日早起也出一项佫出名的哦，种安尼客家原版的哦，还有个咧点用盐的哦，个好容易以前个好容易唔试过，来介合作人提供点用盐的哦，点啊又用简单的，又不同的，真好食哈！因为我哋咧客家点肉人啦哈，因为人讲甩肉丸，其实我们因为佢慢慢甩肉丸，会甩上嚟甩，跟我咧点熟哈。其实这种米头其实怪怪的，你讲嘿一般的肉人嘛，做人其实因为我没有，而这种米头你感觉到，你有一种酸头啦，有一种特有嗰種米頭，嗰種像我這一人對外國過來，嘛一聽想嘅了但是我嗰時候談到講有一種煮米嘅哩，你嗰邊係咪有啲葉肉人的米哦？有。因為可能他們用蒸的嘞，還有個頂多用炸的嘞，好用煎的嘞。但是嗰時候看到有煮糖啊，有煮糖誒。有。咁我先蒸好嘛，還是講直接掉喺糖裡邊？沒有，先蒸好哦。先蒸好。滾以後不用負責。咁我哋我聽嘢，我哋那吃得到安尼東西。有啊，我哋重製彈條沙琪都有松盛麵店，有拌的，哦，有個係粽的，哦，幾多個有點都有紅菜都錯嘅。有。嗰時像人唔同講嘅嘢嘅東西，有寫喺本書裡邊冇？有啊。我哋沙琪地圖裡邊有。嗰時我都對人講，唔能把一到我哋咧老人家，我哋睇人家畫個圖，變成我哋其實係介紹本。陪你來認識長治談條一啲，能講一啲旅遊手冊，但是一啲嗰東西唔係像陪人把像我哋自家睇人啥，畫個東西。跟住我想到講，我幫我哋咧睇人啥去畫圖嗬，俾我聽我哋咧講本港人看呢一種導覽手冊裡邊。好，當初我哋愛做安尼時節啦，繪本的時節本有一場本陪人咧，其實陪人咧都是有會畫畫的人去畫的，我就覺得說，我哋都想我哋自講大家討論。嗰種攤人花路攤人的唔免按人呢，所以我們就想說好，那我們就嘗試跟裝批發一下，忙底下裝批發去，用個點看看啦，用日本地方愛圖目標嘅地本咯，他會找他的東西，找完以後，他說愛用冇地本咯，萬一冇地本，後來我們放進去以後，他們拿去跟別人講，你看，讓人哋去參加談條嘅，佢是發圖發啲下來呢，他人可能講，你用安妹咯。把它讚美，這個對這個為嗰種認同也來信心度，就很增強，所以他就每一次就說，
所以虽然俺爸爸，我现在就讲我爸爸、我妈妈2个人来参加据点以后要画图的时候，他们就说俺没西，我爸从来用小爸。现在呢，1年以后不一样了。哦，那个我爸俺都有，我想到200个啦吼。对，就是对他们有帮助。因為咱早期嘅老人家畫來裝下導覽地圖，其實對於外面嘅人來講係一個幾大嘅禮物。你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神奇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賓莊妹姐同我哋講，伊哋把伊哋太陽沙圖畫變成我哋嘅早期地圖。像莊妹姐，我想問一下吼，像人圖嘅靜態嘅東西以外啊，唔知我哋咧裝備有動態嘅嗰種法通嗎？有動態的老師都很矮啊，另外還有一個瓊英姐姐，還有很多志工。我帶的就是會拉筋，會做一些簡單的，然後我們運動前都一定要先柔軟身體，就是這個樣子。好。嗰種人咧動態，我哋其他嘛講，我哋嗰度嘅法通吼，如果有嗰種係我哋早期嘅老人家去比賽啊，吼去參加，種人要參加你乜嘅法通話呢？有參加幾多哦？譬如講屏東縣呢，我哋都參加屏東縣呢，啊屏東縣呢邊有第1名嘅人又來高雄縣，高雄縣咧就又再來去台南縣講義安尼，不是安尼阿公阿媽活力秀。從101年開始，每年我哋每第1名都第1名，啊第1名最後嘅時候，我哋都代表屏東縣嚟拼到南區第1名。對。啊，相信的阿公阿婆真的是萬歲嘅時候，吼，無論年輕嘅時候是在冇想到講，伊冇想一路啊，吼一無限嘅吼。我哋對屏東縣可能去按度追嘛嚇，然後要比賽第1名嘅，要代表屏東縣。我哋咧其他縣市去比賽，佢最慢哦，最慢我哋咧錄音嘅最慢變到叫做小巨蛋，已經開演唱會未咯？唔係啦，登上舞台表演。誒，呢樣嘅情形咯，係咪同人講呀？因為他冇一度錄音嘅，有機會去小巨蛋去表演嘅呢。對，也有講起來3年前嘅事情哦，我哋第尾有咧邱友金2年，佢3年前97歲。比如講，我哋嘅下是帶去看而已，沒有表演，只坐在下面看人表演。結果伊看那久來吼，同人哋講：哎呦，我迄呀聲音有機會再過來東方表演，唔得好喲，他有一個夢想了。所以我哋都講：哎呦，今年我哋就問我哋所有裝備，我用調查喲，啊我哋都一問了以後，他講嚴肅，哦呦，呀聲音有機會喊到來東方表演一擺哦。他們就有一個夢想了，有啲夢想講要來去東方。結果古來香港人都討論突破很多問題啦。第一個，也條人萬人願意入來嘅，我們就要開始找人咯。哪一些人有人就講，哎呦，我腳唔好用啊，我講唔怕，我哋慢慢的，我們動作不是很大，我們就慢慢的練習。當初我們就請我們的志工哦，我們如果請老師來，你要教長輩不好教。我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的志工6、7個會教健康促進的，我們去老師的教室先學回來以後，我們再來教長輩。按你講師會讓我們按雙本呐，你莫一節課1,200，因為佢現實的問題咧。對，一節課1,200，1擺去2點鐘，都2,400呢，按我來去多擺啊，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古了以後啊，哈，裝備跳舞的時候也是有問題哦。唔咩按你啦，唔咩按你啦，恩用的啦。後來我們就找出一個陳瓊英，就是我們志工的很會跳舞的。我說誰都不能講話，聽他的就對了。哎，老人家意見嘛幾多呢？唔跳唔錯的啦，唔用的啦，還講這個唔錯吧？我很也對，所以我們就開始調整，要怎麼來教長輩。真的長輩不是我們年輕人那麼會啦，動作也沒那麼利落啦。哦，像比如說現在有一束花，你要這樣拿的時候，會像會擺眼用的呀，我們就要想說，空啊順風，如果不會像擺牙，這個也是一個技巧，我們慢慢的調啦，所以調到最後，就我們要出去表演了，哦，他們都很興奮，人要上台都要化妝。第一個，我們先到客家的6堆園區去表演，給他還了我些，他趕緊吼，
哦，因主呢穿的舞鞋哦，不是普通鞋哦，因为那个地板是要穿舞鞋。去那边有一次经验，回来以后，这里小巨蛋他们就胆识很大了，所以我们去台北就是这样子来的。可是其实，因为太阳伞嘛，同样的生意的供应，好多一铺一铺，我你慢慢的去提设计米一铺营养好，营养好，唔係講嘢太陽伞的用光路外的吼啊，但是能仲嘅嘛做一件啊，你咪講，真的鬼錯嘅事情你講，用我哋嘅志工去帶我哋嘅媽媽，好帶我哋嘅太陽傘，我比欣賞了帶太陽傘，啊，講因為欣賞係專業嘅，有時我跟講啊，你喺同涯時間，我們見講都講唔會喏，但是我哋嘅志工如果有耐心，而且志工嘛提供，可能有啲通作對我哋太陽傘嚟講冇按腳位。好，我哋咧一鋪兩鋪三鋪冇按腳位，我數到搞多以外，嗰種人有按多志工，像我提供我哋那個蘇群這嘛係我哋嘅志工嘛吼，但你這個做志工做按腳，你這個有影響過什麼事情？冇得講影響過什麼嘢？我本來想講吼，我加拉亞，我海拔羅馬利亞沙奇服務，可是環球省可以服務，我強化出來，同他家總比聯絡，啊，因為總比因為上述嘅面孔吼。因為佢攏講咧拍人詐騙集團啦，講影片啦，嗰時我明白了門，我老人家嘅總比講我參哦，伊講唔能愛白撞，能參詐騙集團，因為同人哋個熟悉，啊咩都講吼，他感人攏嚟啊，強啊生活，在一個活動生活裡面，啊我們我哋吼盡量同我哋可以曉得咧，同老人家互相學習，安尼。那種就是個，咪記得講，幾擺等我哋老人家去跳舞嘅時候吼，你像這個老人家，比如講伊喺動作上面，嗰種伊真正都比人講慢咯，能讓我去調整下嘅嗰種步驟。哦，因為老人家吼，因為伊嘅動作唔錯，啊問題唔做唔得講吼，伊較同伊講安尼唔錯哦，伊會傾啊，嗰時我哋應該以身作則，我哋做本看，啊用嚟做，啊用嚟個。舞姿美妙，啊你以為接受哦，啊同伊見學咯，學咯最重要，好，因為我哋可能年輕嗰時嘅舌頭如果是啊，都吃起來講你唔錯，好你樣貴，可是對老人家來講，一路因為講唔咁快嚟講，老人家真係用騙的啦，對，在生意的供應，對生意的供應，可是嗰種你跳舞以後啊，對我哋老人家，你這個有觀察到有乜嘅改變嗎？有哦，像我哋老人家吼。伊嫌做阿姊哦，啊，因為爺妹本來做高中，家庭唔會差，就把伊哋台堂服務。啊，退休以後呢，因為伊行動唔好，伊都用嘅人嘅廠嘅，哦，怪助行器啦，來我哋沙起，啊，行動嘛嘅都講話無偏，啊，講話嘛唔爭，啊，也嘛我哋天天嚟同伊安尼，他跟人互相安尼學習，也嘛因為表演呢，啊，嘅廠嘅攏。真係冇用嘅，因為其實一對我哋老人嘅沙飛，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嚟講。其實我哋有時我哋老化吼，唔係因為真實老化，係因為冇用，冇人強下教，能推翻陪伴。對，嗰時變成講我哋要強親嘅人，強下做一件事情。其實我哋嘅肢體唔好按腳老化，因為因為冇用嘅，明明坐喺個看電視，明明坐喺個等聲音嘅過來，慢慢讓我哋咧。手腳都會退化，但是你看我哋今日跳嘢，嚟等我來跳舞喲，我來去小巨蛋跳舞，件事情對人來講都有點目標，對，都免於來練習。其實等於講，把我哋運動嘅東西都不用去聽我哋一般嘅生產地方。佢其實對我哋已經開始行業國年化沙飛喺台灣來講，發現阿長即個可能按當然即係本身有富士嘅背景，唔因為講我哋對於我哋行業國年化沙飛嘅件事情，我哋嘅沙期。要準備乜東西啊？當然，沙期要準備哦。我哋將來他肯定會老，我們每個人都會老，也是最公平的事情啦。健康對，我哋沙期做好準備，第一個就是你要認同，大家要認同這個社區，我們一起來做。要做什麼呢？就是能幫助要的我們的老化的社區嘛，啊，老人就出來這個據點，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共識，然後一起討論，一起做這件事。有問題要突破，有什麼瓶頸也要好好的講出來。所以我們的志工每個月幾乎都會開會，大家討論我們需要哪裡改進啦，
我们要做什么啦？还有我们的发展协会也很重要的角色，有的只是一个名称挂在那里，没有在运作。其实我们运作的很棒呢，因为我这5年来在这个社区里面，我发觉到有的社区都是做一些资料随随便便的，我们不便批评，可是我们就很落实。我们很落实说，我们将来目标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工作都分配得很好，所以有什么事我们就讨论，一起讨论。理事长、总干事、志工，还有那个监事、理事，全部都要认同，我要报告，连经费、连所有的财产都要公布，连计划我们今年跟人家要了多少钱，用在哪里都要公布，要让大家知道，不是说你们只有在那边内部一直做，不对。可是我哋庄美姐讲嘅都讲，其实你讲对你讲，体验那些去认识落法一件事情係做咩咧？每的人如果落法，每的沙期如果落法，如果能沙期地方一天有落人家，而且有啲比例其實係越來越多。平常我都冇去注意，其實唔代表伊冇存在。聽人都講，那最好有一啲組織冇得發展協會，嚟做一件事情。哎呀，組織發展協會，部分上健全嘅。好，健全嘅，唔係講我哋可能都做裝啦，嚇，冇得講我哋做一啲好，我哋就都冇嘅事情。我一啲健全嘅，最主要講，我哋有啲目標，希望講我哋咧社區嘅老人家可以睇下俾我哋協會地方運作地方可以安心安養，嚇，可以慢慢嚟睇下俾我哋咧生活地方，嚇有一些無強嘅一種改變。最重要係講志工。咁從來講嘛，我哋安樣嚟去肯人出來做志工咯。人哋愛自家先有同理心，因為佢班人哋會老啊，哎呀，社區是太感人咧，嗰時人哋愛用人哋心態，像人都常常咧募集志工，愛拜訪長輩，像人哋阿總頭先講嘅愛補充，因為人哋有得到嘅從志祥嘅社區評鑑，也有人哋各好嘅名賞。社區好讚，我們也有獲獎，這些都是我們努力讓上面看到的。嗰時都變成講啊，喺我哋咧社區地方人嚟講，其實每個人都會攞，你都講冇會睇人少啊，即個照顧冇睇個人強嚟照顧，其實係個好嘅。喺老化研究地方，採體老化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主題，因為唔係每個人都有錢去學安養人，嘛唔係每個人都可以有能力，我都講去適合喺安養人。嗰時最好嘅方法係睇以自家習慣嘅社區地方安心安養嘅老化。今日我哋可以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你講到安重要嘅事情。感謝主持人，也感謝各位觀眾。其實好，大家聽下你先啦，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次次導演屏東分會。點解兩我後輩兩位先生係陳先生？我今日咧我介紹嘅題目咧係旋轉升降。旋轉升降咧係訓練我哋左右按鈕點。今日我哋開始都嚟做一個示範。觀眾朋友，我哋咧腳中央一當呢個鐵路嘅線咧，所以兩隻腳一平平。我哋咧卡拉行咧變鬆咧，切頭變鬆咧。首先咧，我哋咧兩隻手，因為係旋轉嘛，我哋兩隻手，左手喺前面，右手喺後背，兩隻手天天嚟定向起來。定向嚟過後呢，注意哦，我今日所定嘅呢係我哋兩邊呢，前後按嚟慢慢嚟轉，慢慢嚟轉，所以定向起來，天天呢，我哋呢卡拉行嚟變鬆，舒緩變鬆，在變鬆當中呢，有一方面呢，我哋呢肩頭有法度定到按嚟望，也係一個問題哈。再過來要講一個問題呢，點解能定嘅時間？一方面，我哋嘅肩頭，如果你50肩，冇法度定像我哋按嚟按過，我哋首先呢，我哋呢兩方呢，我哋呢兩隻手停一下呢，做乜嘅動作？
我哋做检讨，安尼定嘅动作，安尼团係用咧係训练我哋先平衡我哋嘅检讨，同我哋嘅卡拉下嗰兩隻腳有穩冇？我哋兩隻腳係有穩，我哋安尼定嘅時間咧係吼，安尼定嘅時間我哋咧數棍會幾年，按顧我哋有人50件，無法度安尼定，都係我哋咧本能健貼限。本能健貼限會影響到我哋咧數棍，講我哋咧兩骨，所以我哋安尼定好咧吼，我哋慢慢嚟變下來，1000以後變下來，1000以後變下來講咧，老行以來，不管觀眾朋友嘅數，哪一隻數佇前面，哪一隻數佇後背都唔怕，因為我哋主要嘅做嘅咧係我哋咧旋轉升降，就係講我哋咧數按樣咧對東方佬對後背撈上來，個對東方變下來，也係訓練我哋咧左右按樣咧做協調。觀眾朋友啊，今日做嘅示範講啊，我哋按樣嚟做，我哋咧眼神，我哋咧腳太關節要比好，比訓練到我哋腳太關節，提點我哋咧踝關節，我哋下去嘅時間，我哋咧卡拉下表述，我哋咧數哪方面咧，不管左數也好，右數也好，哪方來嘅時間咧，我哋咧眼白，我哋咧眼神。裝一片，個要注意呢，我哋咧切頭，點我哋安尼定嘅時間咧，我哋注意我哋咧切頭，注意看可能我哋數一老行嚟時間，我哋咧切頭安尼，切頭嘅停頓嚟痛，我哋切頭安尼停頓嚟痛咧，因為我哋咧眼神同我哋咧肌肉。我哋咧切頭咧，我切穩會舒爽，所以我哋安尼訓嘅時間咧，我哋咧注意我哋咧切頭唔好停頓嚟訓咯，也係一種嘅唔錯嘅動作嗬。做乜我話嚟講咧？因為我哋咧切頭個重要，我哋咧人體嘛靠切頭行路嘅嗬，個當然揾切關節、切頭嘅關節嗬，所以我哋安尼做時，我哋咧腰骨停頓嚟轉，我哋咧切頭咧向前面，我哋人講一種嘅遠檔。都講我哋咧坐下去，我哋咧腰骨向一片，老向以來，定向以來，嚇，再我哋咧腰骨變上來，再變一下來，也係講個正確嘅。所以我哋做時間要注意，我哋咧切頭唔可以停頓嚟定，唔可以停頓嚟啲嘅痛，啲嘅痛咧會向我哋咧切頭磨損，我哋要利用我哋咧看。太關節，我哋太關節點樣係腰骨方，我哋叫太關節本我哋咧肩頭墊方以來嚇，而家墊方以來咧，冷方以來，不管唔哪一片，我哋咧眼神向下照片，我哋咧切頭要注意哦，我哋咧切頭唔可以停頓嚟轉咯，所以變下來，天天嚟變下來，也係所以講要注意嘅地方，所以注意嘅地方喺第一隻一定我哋咧切頭嗬，我哋咧腰骨變上來，停頓嚟轉，所以講我在示範一個觀眾朋友無法度，有個人講我50件佇右數片，我右數片我50件無法度，我做一個講我第唔行按樣嚟時間，我唔怕，我因為雜數定行以來，我做數定行來，我做數有50件，我第唔行，我嚟天天嚟做，我輔助那可以多安尼。安尼唔怕，因為我數安尼我都過通安樣嚟辦咯。我用我嘅數，我嘅好數托到我個唔好嘅數定下來，利用我哋呢個太關節慢慢嚟轉下來，也係訓練體育方面，也係訓練我哋呢50件。當行以來用一隻數嚟輔助我哋呢數。個唔好嘅雜數慢慢嚟付出，眼神停頓嚟做，也係訓練我哋咧50件，不以打開來，我哋咧鏡頭咧慢慢嚟，我嘅付出可以應對應態咯，因為有一種嘅耐心，我哋咧眼神，我哋咧50件都係我哋咧鍛鍊。鏡頭嘅鍛鍊，那會幫我哋咧50件嚟綁頓咧，所以我哋慢慢嚟做，也係我嘅右數嘅示範，我50件，咁係左數嘅示範50件，哎呀，觀眾朋友嘅50件的，左數嘅示範50件，同樣係左數哪行以來，
困顿天使伫做，我做事50件无法度，我都停顿来做。啊，我眼神7条中央向顿前面，我眼神正慢慢的变下来，变到我的眼数呢可以拓放起来，可以刺眼做的时间呢，我那慢慢的来变数，我一次一次，我做50件要比好，除非7件要过10万，7件10万来做呢，也个数。你50件那会犯件嘿，等到50件做的当中呢，7件有安尼耐心来做，嘛会听讲啊，做迄个，都讲啊，我的孙来就可以赢好起来，那都唔对哦吼，也喺我哋咧做的时间咧讲啦。更加呢2杂事示范迄个，我今日做一个示范讲啊，我一样咧左右平衡。做一个左右的旋转呢，更加爱左手向前，右手向后。观众朋友的右手呢伫后背，左手伫前面。我转的时间，我腰骨挺挺的伫转，腰骨挺挺的转呢，我眼神挺挺的放。所以我7条无停顿的熬一片，我7条还伫前面。所以伫个做的当中呢，我等动作变慢，动作变慢呢，迄本我等咧关太关键呢，比慢慢的变速。不管向哪片都唔怕。今日我一片从迄个我左手伫前面，右手伫后背的时间呢，我更加呢要稳方向连贯动作，稳方向的时间呢，变咧讲啊。我左右手放起来，我左手伫前面，弯下来伫前面，所以喺变到上来做时间呢，我的右手伫前面，我的观众朋友的左手就会伫后背，所以2方面按嚟做呢，不管向哪片，都会做到2片同样的东西啊。观众朋友，我记得咯，第看到电视做的时间呢，我注意我哋咧脚7条，我哋咧徛啦下，我哋咧肩头，我哋咧手棍，同我哋咧手节有表送嘛？表送那会帮我哋咧眼神左右协调平衡，同我哋咧左右的眼神哈，我哋咧肌肉那会表送。主要呢，係我哋呢背囊筋骨會過限，做一個通常呢，會我哋呢背囊筋骨表送，背囊筋骨表送呢，我哋呢腰骨都唔會按前骨，我哋呢兩骨都會過強鬆哈。也係觀眾朋友所要注意哈，我哋天天嚟練一下哈。观众朋友，初到所介绍呢係旋转升降，希望观众朋友好好啊看电视来做。观众朋友，他今日拿来了。